大家好 ，Hello。嗱，我哋今日咧就會開即係我哋今日會做一個好超特別嘅任務，都係一個開 Pokemon，可以開 Pokemon 卡嘅。你估係邊度嘅 Pokemon 卡咧？冇錯啦，就係日本嘅 Pokemon 卡啦。咁啊，我哋就會開1包、2包、3包同埋4包日本 Pokemon 卡嘅。嗱，因為咧我哋呢幾日先揾得翻呢幾包，所以咧我哋咧所以啲卡包有可能爛地咯，但唔緊要。上年買呢啲好快啊！咁我哋開第一包，我哋抽我尾晚抽邊包咧？就嚟啦，睇下先。黑炎之支配者 ，OK， 睇下先，開下先。喂，你開唔到嘅？喺度，開錯位。好難開啊！本卡。OK， 開咗啦，包裝係咁嘅。這張。OK， 好似有啲搖啊後面，我哋等一陣間先再開。OK， 我唔識讀，因為日文。有張銀閃啊！即係仲有個支援嘅嘢。第二包再抄中間。OK， 呢張呢個，我想抽到呢隻。但係應該個機會率就低啲咯，但希望都可以抽到一張 EX 啦，至少啦。日本卡應該都容易中 EX 嘅，據我所知。哎呀 ，OK， 俾大家睇下啊，反光我驚到。Okay. EX 終於有一張啦，都唔識讀。大家可以可能可以 cap 圖，跟住咧就可以上網 search 下咯。但我到時候都唔知佢 HP 咧就230。草屬葉屬性草屬性我真係唔知。OK 啦，啲招式只可以 cap 圖去翻譯。EX 規則呢個係撤退嘅話要4粒能量，就220，哇，好勁啊！真係。我哋下張好似仲有，OK 啊，都可以幾張？1、2、3、4，嘅呢張，OK 嚇。最後2包再抽，呢個係泰納巴克斯，開個手感好舒服咧，本卡開個手感。Yes，OK， 再睇下。佢有個特性，大家可以又係 cap 圖睇下。你張可以喺市場可以值100幾蚊噶。如果可能有人可以再可以賣200幾蚊噶，大家又可以 cap 圖睇下，可以睇下翻譯下可以點。OK 啦，60。個特性，大家又可以 keep 圖翻譯一下。OK， 下張。冇啦。最後一包就係呢包古勒頓 EX 嘅，有最後可能可以抽到 EX 呀！開啊！睇下先。OK。
誒？唉，應該冇。哦，唔緊要。咁呢啲就我哋嘅收穫啊！大家又可以睇，我逐張俾大家睇一陣。OK， 第一張又係 cap 圖，等先。第二張大家可以有 cap 圖，等等。第三張，俾大家睇咗2X，我會放多陣，放耐啲，基礎嚟嘅，所以咧佢就唔使進化就最好用噶啦呢張。30咋，得30條命，唔係好勁。即係建議大家咧就千祈唔好用呢張啦。如果對戰嘅時候，嗱嘅噠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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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卡一樣俾大家睇多一陣，個基礎嚟嘅 ，OK 嘅呢張。呢張小木妖，呢張大家貴咩？係冇錯啦，就係呢張閃卡啊！就係呢張閃卡可以值好多錢啊！擺度先啦。呢張都係得50名，都冇嘅。呢張仲有最後2張，但唔知有冇興趣想睇？如果唔想睇就可以 cut 咗佢。呢個細字。俾大家睇埋啲包裝，睇下呢啲，可唔可以就可以 cap 圖我睇清楚，跟住下次去旅行咧就可以買啦。呢包，我就覺得咧，呢包咧係最容易中 EX 嘅卡。哎呀 ，sorry， 跌咗。多次繼續。OK， 再睇一睇你哋，等陣先啦。如果你想要 make sure 你想要呢張卡咧，就 make sure 你咧就 subscribe、like this video 同埋 comment down below 啦。Then OK，咁今日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啊，同大家拜拜，記住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拜拜拜拜拜。I will need the pool 都同我 say 拜拜，拜拜。OK，make sure 拜拜。